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9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今仔日同款无人确诊，已经连续27天无本土病例。对今仔日开始，民众会当有条件去家户病房看亲人。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一读通过。中国台办警告，唔通去挑人中共底线。保丰集团伫花莲凤林镇申请3个所在要饲鸡，引起镇民之不满，号召9,000个民众要去议定地抗议。新闻一开始先报好消息，给大家听。国内今仔日同款无人确诊，而且已经连续27天无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疫情稳定，控制条例。目前咧讨论照场地大小，甲这帮民众入场的人数开放到2000人。唔那安尼，对今仔日开始，民众会当去家户病房、甲安宁病房看亲人。逐床逐工上侪2个访客。国内连续2天零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最高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台湾总计确诊人数维持在440例，已经连续27天无本土个案出现，疫情稳定控制中。指挥官陈时中讲，中华职棒初白领先全球开放1000名观众入场，现场特殊袂歹，未来会建议开放观众人数到2000人。因为整个外野都全部都空的，然后内野还有一部分还可以坐人，所以看起来这样的一个球场基本上往2000个人这样来做，应该是没有问题。另外，为了感谢急诊医护投入防疫照护工作，指挥中心也修正津贴加奖励要点，包括新增加病院急诊部门、负压隔离病室，也是单人病室，疾病照护技术也是确诊个案的。医师每一人每工给1万块津贴，护理人员每人每班1万块津贴。急救责任病院是东道急，而且评鉴是医学中心的，每个月给120万块。东道急而且是区域加地区病院的，每个月90万。中道急每个月60万，一般级每个月30万，奖励费用应该分配给医护、社工、检验加清洁人员。另外，也依照收治确诊个案数目，也有疾病严重程度另外奖励。每收治1名明显肺炎住院患者，予伊每人每工3000块；使用呼吸器的，予伊每人每工1万块奖励金。对着设有第2等级负压实验室的医疗机构，提供新冠病毒检验者，每工病院上悬会使得到500万块奖励。原来对严重度比较重的相关的这些补助或奖励本来没有事实上都从1月起算那我们现在大概整个的预算也通过了我们应该跟大家好好的把这个奖励的部分把它算好。另外，因应疫情较厉，加上母亲节即要到指挥中心也宣布，对于即日开始，家护病房加安宁病房每工限一个时段，每床上最会使有2名访客来探访，时段是由各病院家己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确诊人数维持伫440例，不过所有4个患者3采阴性出院了后，又搁验出阳性。有专家就建议讲，可能爱4采阴性才会当出院，不过嘛有无共款的看法。另外，香港上新的研究指出，目睭是新冠病毒攻入去咱身躯重要的管道之一，提醒民众千万唔通落目睭。武汉肺炎疫情拖4个多月，国内即阵总计有4名确诊患者治疗了后，3摆采检是阴性出院，后来回诊阁发现恢复阳性。即阵也有1名卡达境外移入个案，伫当地治疗2摆采检阴性出院，返来台湾阁恢复真侪阳性。国内有专家建议考虑4摆采检阴性，才互患者出院。不过有专家有无同看法，因为出院了后自主健康管理就会用的。症状的开始已经至少经过2个礼拜了，然后呢，他的症状已经完全恢复了。那在这种加上这些附带条件之下，大概这些核酸阳性的情形并不会有传染力，我们也不必说特别一定要4采阴才能够解除隔离。另外，香港最新研究发现，目睭是新型冠状病毒侵入人体重要管道，而且甲 SARS 冠状病毒比较，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比 SARS 更加紧的感染结膜加上呼吸道，病毒的等级比 SARS 大约悬80到100倍。这些呼吸道病毒，它不只是可以黏附我们呼吸道的细胞，对眼睛的细胞跟我们的嘴巴的细胞都有可能会有吸附的作用，也都能够侵入。专家强调，新冠病毒主要是靠喙瘾、喷瘾加接触传染，所以讲专家提醒，莫去落目睭，平常时要定定洗手、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安尼才法度降低传播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防疫成功，世界拢有看到。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参加美国的卫生部副部长哈根视讯会议。
哈根是强调，保护台湾做观察员会面临风险。美国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嘛发函予列约60个国家，呼吁支持台湾参与 WHO 甲这个月要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行政院副议长陈其迈采备甲美国卫生部副部长艾瑞克·哈根进行视讯会议。陈其迈指出，对抗疫情的台湾模式有3大要件，包含资讯透明、科技运用甲团队合作，并且表示台湾应该成做 WHO 会员。哈根认为，台湾对 WHO 有重大贡献，不爱让台湾成做观察员会面临风险，并且付出代价。Taiwan should be allowed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WHO participation and should be an official member. It is deeply disappointing t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excluded Taiwan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WHA and other WHO technical experts meetings. We hope they will return to the practice副总统陈建仁采备接受法国媒体专访，除了这个 WHO 欢迎上班，呼吁国际紧密合作，也赞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讲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的讲法。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宣布，15人的中国工作小组成立，主要任务是应对中国威胁。The origin of the virus has to be examined scientifically, and so far we consider that the virus is originated from Wuhan, and whether it is from the laboratory or from the natural infection sources need further confirmation. We have learned more about COVID, and one thing has become very clear. China's cover-up directly led to this cris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d the seriousness of this disease, led a propaganda campaign blaming the U.S. 另外，对美国行政部门对台湾制定的相关限制性做法，有27位美国众议员伫测试下配合国务卿蓬佩奥，呼吁美国应该重新检视台湾甲美国中间无必要限制准则，避免阻碍双边关系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政治消息，民进党的立委提案要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摕掉国家统一订定的文字。立法院暂时一读通过。陆委会表示尊重国会提案权，但是中国国台办是提出警告，莫去挑战中国的底线。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1条，甲国家统一前修改是因应国家发展。第26条之一，也有第63条是改作国家管辖领域，敢若有台澎金马，也搁有附属岛屿。立法院采备一读通过，交付内政委员会审查。提案立委蔡英文强调，是考量两岸政治的现实。过去是非常狭隘的去定调说，好像我们只有统一这个选项。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宪法并不是符合台湾的现状以及国际政治的现实，所以我认为说应该要让这一个宪法更可以吻合实际，所以我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修正案。蔡英文好能伫提案之前，要甲总统蔡英文讨论，伊强调是党内真侪个立委共同的决定。不过，中国国台办以大部分的势力错误判断形势，想要挑战中国的底线，呛面卖无看重中国维持领土完整的决心。陆委会是尊重国会提案权。我们的政策立场一贯而坚定，没有改变。我们尊重立法委员的提案权。关于各界包括国会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本会都予以注意。在五二抗战前，民进党立委提出两岸敏感议题，嘛，互蔡英文的五二抗联令就职演说受到大家关心。中国学者金灿荣认为，目前台湾内部的政治变化，佮加上疫情的影响，互两岸的关系一直无法度变好。若是蔡英文的就职演说表态无符合期待，会法会停止，而且加重两岸敌对的气氛。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台湾基进党昨半暝11点去高雄市委行政中心头前，用高压的水枪伫涂骹喷666投含白字，互警方甲清洁人员半暝也着过来清。另外，罢免投票要用的投开票所已经全部拢协调完成。暗时11点外，台湾基进党甲事先准备好的铁棒放伫个涂骹。经过水调甲喷落了后，投票罢韩的字看甲足明的，规个人行道顶悬拢是，互警方来关心。我问你啦，今天要是你家给人家这样混，我欢迎啊，欢迎啊！过去在这个婚姻平权的时候，也有这个北部的公民团体有使用过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声音。那这个方式的好处呢，是说它并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
罢韩导演的扛棒去用拆去了后，罢韩团体想出用导影拍伫个大楼顶悬，互市政府无法可发。即马阁想出用水调来喷罢韩宣传，无无损公务的问题。暗过清洁人员半暝爱来洗，实在出无用。清洁路面、维持市容，真的非常的辛苦，一路工作到凌晨2、3点。尤其呢，有很多前来关心的市府同仁都已经是为人母亲了，希望在这个温馨的节日里面，可以让大家都好好安稳的过一个母亲节。进前因为1823个投开票所超袂好，中央选委会甲高雄市选委会无共想法，引起外界关心。即马公告的时间得要到啊，好佳在全部拢已经照到。整个投开票所都完全借用完毕，是希望说整个这个投开票所的设置，还有整个选务工作的推动能够顺利完成。选委会进一步表示，户口设伫高雄的民众6月6号会当比照选区内底员工投票日放假的规定。若是讲到劳工放假薪水的问题，要依劳动部规定来办理。记者陈议员、柯正俊高雄报道。进前一直出问题1968 App 伫昨大改版，即马敢若剩180个点，而且因甲人调警示改做提醒，希望互民众敢点价较袂受到无好的影响。若是上新版本的热点是新北市上介济。1968 App 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是呢，因为误会而结合。所谓美丽误会，指的是手机软体1968的人流警示功能所引发的一连串争议。交通部长林佳龙甲署长王国材催告到中华电信，听取1968的后续改善情况，在车牌改版了后，各县市的热区热点拢有调整。146个就是热区啦，180个热点。1968的热点精检依据是以流量来除以承载容量为指标，速达大污也是顶有 0.5 就会新增加，若是比 0.5 较细就删除。统整各县市的意见回馈了后，同意删除66个所在，全台总共180个热点。调整过了后的县市热区甲热点数量，台北、新北整体数量增加，台南、高雄这县市整体来看有减少。交通部也讲，在讨论过程中，各县市对着热点的精检态度也是真无同款。高雄跟台南都一样，都希望前3，他们对于观光复苏的这种需求很高，而且他们听到很多地方的声音了哈。但是我们跟他谈了以后，他们也愿意退一步，有跟我们好好的协调。新北的热点中央愿力帮助越设越多越好。唯一的要求，也唯一的拜托，要非常准确。新北市长侯友宜讲，正向看待改版，也毋过希望资讯准确。林佳龙也指出，改版了后会甲人流的警示改做提醒，像是红灯代表人真多真快，爱挂嘴暗就过去旅游，希望卖标签化。更加强调，更新了后的版本是中央甲地方共同讨论了后的修正，希望未来的资讯更加正确，互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纾困的申请是差甲热噗噗，新北市政府赶伫咧休假进前，甲9000外件申请案送去卫福部，所以一度互人拒绝收件。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一寡明显未过的申请就毋免阁送去中央啊。若是桃园市长郑文灿是认为讲，新北市政府可能是误解政策。一箱一箱的纾困申请文件有9000外件，新北市政府赶伫拜六进前要送到卫福部，一开始卫福部是未收。为着因应遮侪纸本文件，卫福部拜六加派100外位人员，将资料起入电脑的系统验算。市长侯友宜希望上紧，中央应在下礼拜1在1来完成发放。9301件。在昨天的中午就送到卫福部去了。那这当中送去了，大家也做了一些沟通，谢谢卫福部也把它收了。为着互民众较早了到纾困的钱，新北市赶紧将文件送到卫福部审批。不过，桃园市长郑文灿却是认为，新北市政府可能误解政策，因为纾困的金额已经拨予地方政府，而且地方审批、地方发放作业速度才会紧。作业都应该在地方审核、地方发放。这样才会快如果说审核要送到中央，然后再回来地方发放，这样会变慢所以
新北市应该是误解了这个政策。体谅当年拜六加班辛苦，卫福部长陈时中也特别回来卫福部内底表达感谢，伊呼吁地方政府先在第一线审核，那收基本的接送到中央就会用的。好，因为我看到一个案件，他就写说他的收入每月3万5，那就不会过了，那还送到中央来审查，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嘛哈。目前只有新北市，我们几乎淘汰了1/3以后，才把9301件送到我们的卫福部。目前它的系统是不稳定的。其实今天听了以后，我们也比较清楚这个中央的想法。原来院长跟部会在执行里面还是有一些落差。李新北市府下晡出面回应强调，拢是基于想要服务人民，离中央扩大纾困方案，尽管实施的结果，唔若催出民怨，也互地方无应该要死，唔知变怎做。记者自王下报道。镜头来看国外，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的选举，互泛民主派议员以议事规则签约半年。立法会主席问过第三方的法律意见了后，决定由顶年度的内务委员会主席来主持会议，引发民主派甲建制派议员的冲突。选举小镇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这回穿着黄色套装的李慧琼，采备伫保全甲建制派议员的保护，坐伫主席位置，下令调会议厅处理内务委员会事务。民主派议员随即以违反议事规则为由冲向主席台，大声摇摆抗议双方爆发烧杀游闹。民主派议员朱凯廸甚至想要背着壁突破保全防线。李慧琼动用主席权进行清流几啊位民主派议员，互赶出议场。其中温兆坚讲受伤，动用医护人员用炭架将伊赶出去。Today,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 power to preside over the meeting was rudely and without justification taken away from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which is that the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must be the election of the House Chair. But they have twisted that interpretation, and they have effectively stolen the power to chair and preside meetings from the usual procedures. I would like to urge all members to remain calm and let this meeting to carry on so that general public can understand what is the view from our legal counsel. 问题所在是，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的选举，互泛民主派议员以议事规则为去年10月拖到今，提出大量法案未当审议，并且提高大会讨论，其中包括争议是不乐观的侮辱国歌法。北京当局也搁点名批评主持选举的郭荣坚滥用权力、拖延听书。立法会主席牛君干就寻求第三方法律意见，决定由顶年度的内委会主席李慧琼主持，双方的攻防各为问的行上舞的。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地方消息，顶个月宝丰集团伫花莲寿丰乡要起2个大型的市街场了后，最近阁互人发现用私人的名义，伫凤林镇嘛是申请3个所在要市街。消息传出来了后，凤林的镇民是真生气，号召就千个民众要去议定地抗议。为了反对宝丰集团来凤林镇起街场的计划，12月里长特别带领镇民前往其中一处位伫凤岐里的市街场有停地。里长表示，这个所在是镇内重要水源地，安怎会当市街？以后凤林万城的好名声将会变成臭声。他们的基本要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他们的废水要排去哪里？下面都是农田，吃饭也臭，睡觉也臭，这样的世界变成生不如死，所以我们必须要绝对抗议到底。寿丰乡树湖村的民众也前来支援，因为宝丰集团顶个月才伫丰平村甲树湖村要起一座25000只的整街场，甲25万只鸡的2街场，也有光复乡也有一个市街场，花莲拢总有6个。这个期间，民众多次向官府申请，拢无得到回应。我们核准的主管机关县政府要考虑到我们基层村民的诉求。凤林镇公所表示，一开始并唔知影这3座市街场是属于宝丰集团，因为申请人以私人名义登记，后来才知影是宝丰集团要来设场。店面表示，将会透过相关行政救济，暂停官府发的许可证照，不排除发动更较大的抗争。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警方统计这3年中部的诈骗案件，其中假绑票的案件的被害人有70%是女性。诈骗集团就是掠准妈妈的烦恼囝儿的心态来诈骗，互人骗去的金额嘛比伫网络买物件诈骗搁较悬。所以警方就呼吁民众，若是接到类似的电话，一定要加查证。讲脚讲手。这个妈妈伫咧便利商店头前，靠咧讲因囝去用拔去，若是无配合买游戏的点数，对方就要讲断因囝的脚手，王警赶紧甲阻挡。哎呦，迄诈骗讲哦，做啥物你互拍啦？啊，叫恁爸摕钱去放人啦。这个妈妈嘛是接到电话，伫咧澳洲打工的后生，因为涉入毒品的交易，被控制行动，必须要汇款900万，才会使确保后生安全。加在伊上尾有甲后生通着电话，确认人平安无代志。警方讲，这拢是典型的诈骗电话。被害人以女性超过70%最多，而且平均的年龄达到55岁，可以说是典型的慈母诈骗。另外，在诈骗的手法部分，以绑儿子将近70%最多。根据台中市警察局统计，中部县市近3年的诈骗案件，假绑票类型总共有57件，其中被害人高达70%是母亲的身份。平均去用诈骗的金额是网络买物件诈骗的20倍。警方呼吁，接到亲像安尼的电话，一定要查证。诈骗集团在拨打假绑架电话的时候，都会提到叫被害人不准挂电话。一方面是要操控被害人他有没有实际去汇款或者是购买游戏点数，那一方面也是要阻止被害人去求证。台中市乡代表示，若是民众接到后生查囝被绑票的诈骗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小快挂掉电话，马上向后生查囝来查证。若是无法度跟因联络到，会使寻求警方的帮忙，避免被诈骗。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中华好比柑仔这里有里面因为不满徛街边仔装基地台向地主抗议。装基地台电信业者因为甲地方协调无结果，车辆直接甲信号关起来，造成当地2000外居民手机也无信号嘛无网络。里长目前已经介入协调，预计后礼拜2会开里民大会，由里民来决定基地台敢是要留落来。提出手机4月走找倒位有信号，民众真无奈。若是厝内完全无信号，连室外的信号也非常的弱。中华县和美镇甘蔗里原本有电信基地台，也毋过电信业者为初6开始关掉信号，造成风险，大约2000外位居民受到影响，日常生活非常不方便。真的很不安，我那个小孩一直念，为什么连手机完全没有信号？现在都用网络，很少再用电话打。所以网络不通应该会比较麻烦。当地里长表示，包括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甲远传等3间电信公司，原本承租里来一处厂房顶楼装基地台，也毋过半年前被里民发现抗议，因为烦恼电磁不好，要求拆掉。业者事后透过里长电公所甲电方协调半年无结果，才决定先关掉信号。想袂到信号一关，颠倒造成里民的无方便。3家电信公司伊是讲，若找无。因就是后摆就危险啦，危险坦白讲影响的层面蛮大的啦。因咱柑仔这土地足大，有7个角头，等于讲顶柑仔这的信号吼，几乎拢无法度使用。连续60点钟以上，手机也无信号，也无网络会当用。里面怨叹家己变成原始人。里长目前已经介入甲电信业者协调，有月12召开里民大会，由里民来投票决定基地台的准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全台湾拢出大日头，真侪所在拢出现35度的高温。明仔载天气嘛，同款会遐热。中昼、南投县甲高雄市有机会会出现36度的高温。明仔载暗时开始，黄sơn風的鋒面會落南，溫度嘛略略降小看。明仔載天氣是安怎？咱來看各地詳細資料。北部地區是26度到35度，中部地區是26度到35度。南部地區是26度到35度，東部地區是25度到33度。接落來看外島地區，外島地區是23度到32度。來關心未來3天的氣象。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每一支拢爱安尼说。有的病人伊会使讲，伊会甲你讲疼，还是痒。啊，有的人会甲你讲，生烧还是生冷。啊，不过有一寡病人是意识不清楚的。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按摩的时候，最主要是舒适。那我无爽快，没啦吼。我因为先甲伊的问题处理了后，我就是带着家属。5月初9，拜六暗时7点半，上丽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母亲节你要到啊？大家敢有好好啊？甲妈妈说多谢，感谢伊甲咱请大汉。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摇旗。摇旗汉字写作摇旗，罗马字写作121417。摇第1条，旗第7条。这字摇主要的意思是养气，咱讲摇铃就是气铃。好摇气是讲囡仔健康好饲的意思。摇当作教育，是较后来才有的意思。音嘛无同。人讲双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细汉的时阵，咱拢会当作爸爸妈妈，啥物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因拢会晓处理。大汉了后，才渐渐了解，其实因嘛是头一摆做人父母，有真济状况，因嘛咧学要安怎做才好。所以讲，当咱家己双手抱孩儿时，才知影做人父母有偌辛苦。饲囝对父母的时间、气力、耐性，嘛拢是真大的考验。俗语讲：3岁乖，4岁爱，5岁拖去台，就是讲3岁正前，囡仔还算乖，4岁过就开始会撸会吵，搁较大汉，囡仔有家己的想法啦。就搁较无要听是大人的话，真济父母就会讲啊，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教囡仔。伫古早的台湾社会，迄时的人讲，家母带囝会轻松，家公带囝会拖棚，也就是讲，古早时代的人认为查甫人袂晓顾囡仔。爱互查某人带较舒适，拖棚就是做代志，线形脱线的意思。知影照顾囡仔是父母共同的责任，无论查甫，拢是哪做哪学，无人一出世就会晓做爸爸妈妈的啦。溜、摇旗、摇铃，双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3岁乖，4岁爱，5岁拖去台。家母带囝会轻松，家公带囝会拖棚。家囡仔请养大汉，真正足无简单。有闲爱记哩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定定